使性子的女人，就像翻腾的浊水，纵使口干舌燥，也不愿啜饮一口。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。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，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。谁偷窃我的钱囊？不过偷窃到一些废物，一些虚无的幻值，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，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。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？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，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贫了。莎士比亚不要污蔑